你知唔知口臭唔一定係口腔問題，仲可能係腎虛嘅徵兆？中醫認為腎陰不足會導致虛火上炎，引發口乾、口苦同異味口氣等問題。腎臟係人體嘅主要排毒器官，一旦功能失調，毒素無法正常排出，就可能透過呼吸散發異味，引起口臭。腎虛仲可能伴隨以下症狀：口乾咽燥、腰膝酸軟、睡眠不佳、小便濃黃。唔好忽視腎虛帶嚟嘅健康警號。日本製肝腎力助你從根源改善腎虛問題，守護肝腎健康。肝腎力蘊含3,7同杜仲葉，有效抗氧化，支持腎功能，全面提升整體健康。真實用家分享：服用前成日耳鳴同腰痛，食咗之後明顯改善，誠心推薦。食咗1個月，小便問題正常咗，個人精神好咗好多，會繼續食。我媽媽因為腳腫困擾咗好耐，服用肝腎力後，腫脹漸漸消退，有香港註冊，真係好安心。即刻行動，守護你嘅健康同活力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